香港大埔宏福苑嘅大火慘劇，死亡人數持續上升，大量遺體有待確認，當局拘捕多名涉案人士。事故成因、監管漏洞同埋責任追究成為咗關注焦點。災後安置、居民心理創傷以及社區對重建安全嘅訴求，社區最需要點樣嘅心理支援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點45分，傳媒對焦。新加坡軍龍驅風遊之傳媒對焦係由新加坡軍龍驅風遊贊助播出。行善無界限，九大主持點亮東華善心。夏韶聲、炮哥率領一眾吉他猛人震撼舞台，女團跳唱活力滿瀉 ，Lisa 姐明之星劇團粵曲聽出耳油，張德蘭 Hey Brother 金曲大放送，羅啟豪、黃劍文、黃樂妍靚聲和唱。善心滿東華，12月6號起，星期六晚上8點3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利物浦市位於英格蘭嘅西北部，呢個城市最著名嘅就當然係利物浦足球會啦。但係其實利物浦除咗對波出名之外，市內同埋周邊有好多地方都有 grand 到爆嘅體驗㗎。呢一個建築物咧就係1900年起嘅個 dining room 嚟嘅，然之後喺2020年咧仲被授予為1級歷史建築。呢一間酒吧嘅裝修非常之靚，呢度係被譽為酒吧界嘅大教堂。跟住去利物浦，星期二下午4點2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